喺四九有我哋台山第一名山北峰山，相傳咧以前有一隻鳳凰咧棲息喺呢一邊。咁啊，又喺幾百年前咧有一隻巨大嘅白竹，即係蜈蚣啦，盤踞喺呢個山腳嗰度。咁佢嘅疫病之氣咧就從佢山上散出嚟，四處彌漫。咁附近嘅鄉民咧就被感染，病重死亡者時有發生。就喺4月初9嗰日，北峰山上霞光滿天，鳳凰從天而降，佢即時咧變做咗一隻紅雞，追住隻白叔去。咁白叔咧就嚇到騰騰震。好多人都知道啊，雞係白叔嘅天敵。咁白叔突然間佢就化作咗一座山，就係呢度嘅白竹山。咁為咗防止白竹再出嚟作惡，鳳凰又從佢口裏吐出一陣長睡之氣，變咗一塊石碑立喺度鎮住佢。咁到咗第二日，喺鳳凰變為紅雞嘅時候留低嘅酒痕，就生出咗好似雞酒一樣嘅芋頭。咁當地人咧叫做雞酒芋。然後有感染病毒嘅鄉民咧，就將雞酒芋攞翻去煲湯，飲完之後病毒全消。咁又過咗唔係好耐，喺北竹山上咧生滿咗好多茶樹，呢啲茶葉沖泡起嚟嘅時候，飲得特別香甜。咁後嚟呢度嘅鄉民咧，就喺石碑上刻上鳳凰在位呢幾個字，以表示對鳳凰嘅感恩之情。四九鎮2025年藝術嘉年華即將開始，嚟呢度感受一下鳳凰所帶嚟嘅幸運吉祥與靈氣。今次美食集市嘅主題係食在四九，食雞轉運。4月10號到13號，我喺度等你喺度買雞、食雞、聽音樂。11號晚係星海音樂學院嘅開幕 show。12號晚係 Danny 陳百強同埋黃家駒嘅紀念專場。13號係台山曲藝協會聯合50墟廣場舞隊嘅精彩演出。